愛係世界通用嘅語言，無論我哋身處何方，即使係跨越地域或者國家，愛都能夠將我哋聯繫。我哋應該點樣表達愛嘅語言呢？約翰教導我哋話：小子們啊，我們相愛，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，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。愛最好係透過行動嚟到體現。上帝通過給予嚟到彰顯佢嘅愛。上帝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佢嘅禮物就係耶穌，係愛嘅終極表達。真愛同付出係密不可分嘅。我哋真正愛上帝嘅話，就會獻上整個生命嚟到回應佢。上帝嘅話指明，我哋如果愛佢，就會去關心嗰啲弱者，並且歸還11同埋奉獻。當我哋將最好嘅獻俾上帝嘅時候，願我哋將自己嘅慾望放喺最後，而將上帝放在第一位。